如果你成日肚脹肚痛，食完嘢就想去廁所，又或者便秘肚屙輪住出現，飲食對於 IBS 有咩幫助？ FODMAP 每一個字都有意思。F 係 fermentable， 即係代表可以發酵咁解。O 係 oligosaccharide， 佢嘅意思係一啲多類嘅寡糖。D 叫做 disaccharide， 最典型就係乳糖，而 M 就係 monosaccharide， 即係單糖。例如成日講嘅果糖 A 同埋 P 係一啲多合性嘅複合糖。喺香口膠裏邊話無糖嗰啲呢， IBS 嘅患者對於處理呢一類碳水化合物嘅能力同其他人有差別。小腸裏邊係唔會吸收得好好，意思佢會殘留喺我哋食物殘渣裏邊，咁入到去個大腸嗰度化為細菌嘅食糧，佢發酵產生好多氣體，甚至乎一啲可以刺激嘅物質，咁就會令到條腸可以脹，已經即刻上去肚屙，直情會痛添。